之前才发生台师大抽血换学分的争议，即马国立体育大学嘛，互人查出有教授伫咧选手无签同意书的情形之下，就甲做运动检测。校方即马是出面回释咧，嘛强调会搁检讨改进。独立文科提升选手训练品质甲运动表现，体育署106年起推动文科支援计划，109年搁推文科辅助基层计划。立委范云当日公开相关计划初步调查结果，以文科支援计划来讲，195案内5成数是未成年受测，4成落地处理地政同意书，而且因案有送 IRB 审查。它不应该有一块涉及人体研究，而且有这么多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体育相关学生，甚至未成年的人被当成是法外之地。国体大教授王尚兴最近奉野出2017年到2023年执行的运动检测案，只有一件处理地政同意书。国体大表示，王教授伫计划执行进前调集说明会，互教练选手甲家长了解协助内容甲执行方式，也毋过无处理个别选手的地政同意书，确实无法度完全防范选手袂当自由意志参与检测代志发生。后来真侪会主计划主持前也有同款的情形，为此表示失礼。真的是相当抱歉跟遗憾。用运科的这个导入，当然让教练知道，可是有的选手可能不见得要用啊，这是最大的问题在这边。文科独立训练毋是摕运动检测来研究学生，国体代表是会激励教训，改进审查机制。教育部指出，伫台师大女子骹球案爆发了后，所有的文科计划拢已经暂停。需要再启动的话，一定都要先送 IRB， 不是每个都需要做到采血。如果他们 IRB 认定免审，那基本上才可以启动。教育部表示，不管是文科人体研究，也是运动检测，都咧甲卫福部讨论严格的保障定数，伫机制完成进前，学校要搁启动计划，一定爱送学校 IRB 认定免审，通过定数才会当启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